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2月7日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申命记30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条件。圣经讲，咱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，不应该要有条件。这嘛是对啦，但一方面来看嘛唔对啦吼。其实白白得来，后面有接续一句话是白白来互人，这就是条件之一啦。所以袂当讲这个恩典祝福是无条件啦吼，白白得来是因为咱无需要去付出行为，还是讲代价，咱就当得到。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所咧讲的，讲你若心内相信，嘴若承认，就会得救。但是咱知影吼，咱的得救蒙福是付出代价。这个代价毋是咱付，但是是基督耶稣为着咱所付的代价。本来圣经的翻译讲，咱是重价所买来。原文的意思是讲 with price， 就是讲有价钱的。但是伫翻译的顶悬用了比较较重的形容词，迄个目的就是要来提醒咱迄个蒙福得救的价值。事实上，迄个代价是足悬的，是用一条性命的代价来替咱代赎，是咱的亏欠。英语今日的标题，英语讲的条件啦吼，会通讲是 condition。伫什么款的状况的下面，咱会通来蒙福这嘛当了解讲是条件。咱嘛当用今日的标题，牧师所用的是 requirement， 这个条件或者是讲要求。这也是咱要做伙伫今日来思考的一个方向。申命记30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标题，复兴甲幸福的条件，就是咱今日主要要思考的方向。咱通常在讲教会有教会的伦理，总是爱有一寡界线，所有的代志。蒙恩得福嘛爱有一个标准。伫申命记的经文安尼甲咱讲，现在我要互恁伫祝福甲咒诅的中间来做选择。伫这一切的灾难发生了后，恁带伫上主恁的上帝放纵恁去的达国去，会想起我甲恁互恁的选择。如果恁甲恁的子孙回心转意，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一心一意遵行我今日所颁布，伊要互恁的诫命，伊就怜悯恁，伊要对放逐恁的所在带恁倒转去，互恁搁再享受繁荣。就算恁流浪到天边海角，上主恁的上帝也要将恁自集做伙，带恁倒转来，互恁重新拥有恁祖先住过的土地，而且比祖先更较兴旺，人口更较济。上主恁的上帝要拍开恁甲恁的子孙的心门，互恁一心一意来听伊，并且继续生活伫迄个所在。伊要将这个咒诅甲遐个怨恨恁的、压迫恁的对敌的心肠，
恁要搁一摆来听叹伊，遵行我今仔日所颁布，伊要互恁一切的改变。上主恁的上帝要互恁的事业兴旺，子孙济济，陆续兴旺，五谷丰收。上帝劝诫以色列人，蒙福上主要的条件，就是爱去遵守上帝的诫命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对着上帝的脚迹，行上帝的正路，安尼人才会当蒙福。这就是表示咱家己是一心一意来遵行上帝所颁布的这个诫命，这也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怜悯甲祝福。或者是咱真有可能感觉真奇怪啦吼，圣经毋是咧强调讲这个救恩毋是因为行为吗？那为什么伫这所在强调需要先遵守上帝的诫命？为什么这会成做蒙福的条件呢？咱用这个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，这个教导来了解。诫命就好那亲像羊群对牧者来行这个规律。如果迄个羊群安尼讲，圣经讲我无需要用行为就会当得到救恩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无爱对牧者来行啦吼。那安尼，伫迄个旷野中间的明仔载，后一步，或者是后一喙的草啊，伫倒位，可能这羊群拢无法度知影。就安尼，因就会失去迄个蒙福的稳定甲机会。咱要照上帝互咱的戒规诫命来遵守，毋是要将人的文化传统当作真理来思想，这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啦吼。传统袂通互人蒙恩得救，文化也袂当帮助人亲近上帝。独独领受上帝的诫命，并且愿意甲上帝同行的人，才会通得到救恩甲祝福。耶稣基督用传统甲上帝的诫命做对比，安尼来讲，耶稣伊就回答：为什么恁着遵守传统，却违背着这个上帝的命令呢？上帝讲恁着爱孝敬父母，佮讲恁若要骂父母的，必须爱处死。但是恁偏偏安尼讲，若是有人对父母讲，我已经养你。会将养你会当作这个祭物献互上帝啊，所以恁着安尼讲，毋免孝敬父母，恁用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。假无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恁所发的预言是这尔啊正确。伊讲上帝安尼讲。这个人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我远远。因竟然将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，因敬拜我拢是枉然。有真侪时阵，咱看去文化的传统，拢是用来规范别人，甚至惊家己。牵制家己，却毋是用来帮助人领受救恩的。
特别是当人高举传统，并且将这个传统的地位高举甲悬，比真理搁较悬的时阵，咱就失去甲主同行的机会，失去了救恩。诗篇119篇第19到第8节。行为无通知足生活遵行上帝律法的人，即款人真正有福气。听趁上主的教示，专心找求伊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事，有遵行伊的道路。上主，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。爱阮确实遵守，愿我所行所做，确实有得遵守你的规律。我重视你一切的诫命，袂抵到失败见效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感谢你。我要遵守你的规律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恳求上帝来帮助阮，也互阮会通愿意对你的脚步来行，互阮会通伫遵守诫命的中间来看见你的救恩，得到你的祝福。阮伫遮也为着明月兄的安息来祈祷。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伊的囝儿逝世三甲之地，赏赐因对天顶来的安慰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